嚟到2026年第38條呢一度咧，佢就講到有一個 circle 喺度，咁然之後重點咧，我哋就知道 TC 咧就會一條 tangent， 咁以及 AB 咧就會 parallel to TC， 咁佢俾咗 angle AED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85度，以及呢個 angle CTE 咧就會等同於23度。今次咧我哋就想揾翻呢隻 angle ADE 啊。咁由於係 section B 涉及到 circle 嘅題目，又有 tangent 喺度，咁所以咧我就根據直覺咧，我就先將呢一條 BC 咧就 join 埋一齊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就睇翻 AB 咧就會係 parallel to TC， 咁所以我哋睇以下嘅 alternate angle 咧就會得知道 angle ABD 咧就會等同於呢個23度。咁啊之後咧就留意翻，我就想計翻呢一隻咧 angle ECT 啊，因為我哋呢一度有23有85，咁所以利用到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就即係話橙色再加23咧就會等同於85，咁所以我哋85再減翻23咧就會計得到橙色個直角就會等同於62度。咁留意住啦，由於我哋已經知道 TC 咧就會係一條 tangent 啦，咁嗰隻62度咧就會係咁樣轉上去，亦即係話 AC 呢個 chord 指住嗰隻角，亦即係呢一隻 angle ABC 咧，其實就會係等同於62度啊。咁所以亦都可以計得翻而家呢隻 angle CBE 出嚟，今次咧就會62再減翻呢個咧就會23，咁所以你就可以講得到以下呢一隻角咧就會等同於39度，令到我成隻都係呢個62啦。喺之後咧，我哋就利用翻 angles in the same segment， 由於我哋以下呢一隻39度就會係 D 同埋 C 嗰度拉出嚟㗎，因為我哋 DBC 咧就會39，咁所以亦都可以拉翻上去呢一個 A 嘅位置，咁所以 DAC 咧都會等同於39。最終我哋睇翻以下呢個三角形，利用到呢個 angle sum of triangle 180。再減翻呢個39，再減85咧，就計得到係56度啊。咁因此呢一條答案咧，就自然會等同於 B 啊。